昨暝双十国庆的暗会头一摆刷到桃园举办，请来资深的歌手谢雷、谢雷甲张琪合体演唱，带大家回到军生会时期的美好岁月。除了有4000位归国的侨胞甲各界贵宾以外，总统蔡英文嘛到现场发表谈话，现场几万人做伙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。祝你有个宁静的夜晚。2019年国庆的暗会伫桃园举行，经典的老歌一首接一首。大家观众如痴如醉，较早的歌王歌后接力演唱，重现经典美好的岁月。国庆暗会头一摆刷到桃园，包括4000名侨胞在内，总共有13000人参加。现场表演嘛结合台湾的多元文化。总统蔡英文嘛到现场致辞，唔但肯定桃园市长郑文灿，嘛讲到台湾的经济成长。今年我们台湾投资是一个大爆发的一年，我们今年第2季的经济成长率也是4小龙的首位。那么这3年多来，我们不论是改革或者是建设，都有很多的成果。那面对两岸的议题，我们也坚守主权。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华民国台湾坚持的理念。今年国庆暗会，唔但好这歌迷回味经典的歌曲，更邀请嘻哈创作乐团911，甲创作小天王毕书尽注入少年的活水，在万人的欢呼声中，做伙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。